而这个风台也来影响到上天的运输。来看这高铁呢，台中以南今仔日早起9:40才全线恢复营运。台中站也加开4班的这个自由座列车来加强疏运。另外呢，伫个台铁西部干线早起这斗六到台南区间车是拢停驶，中道过除了观光列车以外，这全线也会恢复通行。 愈加看到大包小包的行李，看到列车出现看板，但若是风台过境，有真侪物件找到伫个高铁云林到台南之间的铁轨路。台湾高铁公司伫初一早起顺轨道，台中到左营捌停驶，路南的愈加到台中的路车行程受影响。有啊，我们本来是要回高雄的啊，现在改在这边停留一下，等一下坐9:50的回高雄。 好在高铁顺轨作业提早完成，确定安全了。初一早起9:40全线恢复通车。除了南港到左营，每点钟拢发3班，每一站拢停的全自由座列车以外，台中站上北加开3班，路南加开1班全自由座列车疏运。原本班是板桥7:55的，台南。现在是怎么办？等9:40啊，还有加开啊。 第二甲感受到风台影响，有一寡电车线甲后置设备受损，西部干线归人到潮州之间对付列车停驶，有出国转来民众坐高铁转台铁，伫云林斗六站被迫落车，因为区间车斗六甲台南抑个平溪线顶3条支线拢停驶。我们是出国回来，就非常折腾。我们先搭到台中高铁站，再搭火车。 搭到斗六啊，斗六还好，这里有朋友，他说他可以帮我们送回台南。基隆到潮州西干线对号列车停驶，另外3支线内湾、集集、平溪这3支线12点以前是停驶的。台铁强调，相关的铁轨路状况拢已经排除，所以自初7过道了后，除了观光列车以外，全线列车拢恢复行驶。上天买票的旅客，若是因为风台无坐到车，会当自坐车即天开始1年内到各车站办退票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